来继续来看，罢免掉民进党立委吴派役第二阶段的人数真无理想。领衔人李浩良昨有怨叹，讲国民党即摆根本无团结，讲伊拢联络袂到党主席朱立伦。结果今仔日，国民党的党中央都陪同李浩良来开记者会，公布全国人事地点的地图。李浩良嘛鞠躬道歉，讲家己的言论造成误解咯，真歹势。 介咱一个典型国民党团结共心，会和李浩良徛到底。我这边先跟大家道个歉，就是我昨天因为本人不当的发言，然后让朱立伦受到谩骂跟批评。 90度鞠躬，前一天才讲联络袂到朱主席，隔两天面对镜头就改嘴会唔是。今天来党中央是党中央后来有来找您联系吗？有党中央有来跟我联系，对，他在喊。我觉得孝亮完全不需要道歉，真的需要道歉的人是制造寒蝉效应，用司法的大刀挥向在野党的。 民进党政府，毕竟吴派系罢免案规矩是袂当出现分裂的规矩，国民党继续甲检调改制，互大家拢行甲点起起。听知情人士讲到，派系台北市党部例行内部会议，原本要清点即马罢免湘吴人数的进度，不过进前要去检调约谈罢免湘吴第一线第一区党部执行长张焕川，和第5区党部执行长曾庆云，拢去司法调查会理由拒绝外出席。我们第2阶段真的遇到了，不管是士林北投还是中正万华这边，都遇到非常大的困难跟挑战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动起来。我想我们不但陆军、空军啊各方面都全力的来协助啊，都会在最后的这段时间，大家一起团结来努力。就惊罢免立件的人落尾挂零，李浩良继续表示，另外一边的朱主席无和李浩良共台，是和安明凯做伙。只有来选票的时候才有来到我们这个，然后从来就没有来过你们，然后现在叫人家不要投才有。徛点伫咧街路为党内立委声援，面对选民呛声有淡薄个叫，嘛是继续推动反恶霸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